希望这个歌手还是因为我想要当偶像，所以一直截取他一些想法。我相信我以后碰到他一样的困难，然后会有一些绯闻之类的，可能跟郭英男的阿嬷之类的绯闻。我乱讲的啦，好吧？你们想要听什么？5年。破梗了。没有意见哦，睡着了。我那我唱一个有震撼教育意义的蔡依林的《舞娘》。一句风格。听我歌你们会吐血。我要唱哦。跳舞精神。故事刻画在旋转的指尖，是谁在痴痴的追随？那一夜，那破旧荒芜的台阶，我轻轻抖落的汗水，点亮了情点，一层一层把我紧紧包围。我要了10年忘了谁，你的心事倒映在我的眉间，忘记的快乐都实现，难过的摧毁。渲染跳跃我闭着眼，剩下看不见你沉睡的眉眼，白天夏夜我无限，模糊了眼神，无聊的戏被没人看见。无聊的戏被没人看，谁敢跳？